为了让淡市的校长遴选更加民主制度化，真正选出优质的校长，淡市都要将原本行政规则提升为主治规则。7月上午，教育产业工会加教师会、第二会教育委员会等部分党派议员小厅，进一步呼吁要加强老师在校长编监当中的参与，甚至鼓励老师专门填写办学的问卷调查。同时，召集人可能嘛希望参考其他县市，将教师家长会代表纳入校长遴选委员会不同委员。发一个公文去问教育部，讲这家长会代表是指什么？结果咱教育部的回应，家长会代表指的是指出缺学校的家长会代表。那既然是出缺学校的家长会代表，所以我们台南市政府也做了一个调整，但是我们台南市政府的调整是一种代理人的制度，是一种代理人的制度。什么叫代理人制度？就是说，家长会的代表是出缺学校的家长会有40几所，那30-40所的时候，可能找出1、2位或者3、4位来当代表，那就这3、4位变成是一个固定委员来遴选他自己学校的校长，或者遴选他校的校长。我感觉讲这是代理人制度，安尼较无符合民主的进步。在教育局的那个校长遴选的作业说明会里面，大部分都是学校行政人员，还有要参与遴选的校长会参加。可是老师们通常不太了解，一个校长要来学校里面，他的办学理念是什么？虽然说校长会去那个在那个办学理念说明会去录下他想要来这个学校怎么样去带领学校去成长跟进步，可是老师们通常不太知道说怎么样去知道校长未来的理念是什么，还有他跟我们学校在发展的特色有哪些，所以我们会鼓励我们老师尽量去关心这一件事情。面对议会加民间教育团体监督，教育局强调选出优质的校长目标一致，在设计机制加科学等制度面一定会愈来愈完善。就是台南市整个的这个设计的机制光校长他要参加遴选，他必须要有相关的这个评鉴，这个评鉴就绩效的评鉴就有32个项目。包括他的行政、教学、社区的互动、学生的这个表现，等等这一些有这个32个细项，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考核的程序的。那成员有包括问的成员会包括他校内的同仁，还有这个社区的家长会的代表，还有包括学生，还有学校的师长。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的对象被询问的对象，说这个人表现怎么样，其实是非常的广泛。校长遴选如何朝向民主参与方向，拢有待努力。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